台南市上桥伫5号暗时7点外，接到永康中正北路有瓦斯外漏，经过侦测，因为浓度有危险性，现场除了布水线来防护，甚至封锁甲着疏散人群，但经过几暗，却一直找无泄漏的源头。上午，当地议员朱正轩透过市政总质询嘛提出关心，要求市府一定要强化管线的图文资料，应该要把这个图纸重新的更新建构起来，尤其是针对这种埋设很久的这些老旧管线的图纸，一定要找出来，这样子可以有效的缩减我们在救灾的时候应急的时候，可以赶快找到管线的这个时程。虽然后来上局长伫9点35左右接到已经找到泄漏的地点，相关的单位嘛进行全力的抢修。对此，市府监务局嘛回应，因为部分的管线年代久远，造成图纸较无完整，未来会编列经费进行更新甲的整合。陆续跟相关的单位做一个调阅，然后现在新的一个资料，只要有新的一个相关的物资，我们就把它包括到 X 坐标、Y 坐标、G 坐标的一个相关的一个位置，我们都会把它纳到整个一个我们新的一个系统里面。事实上这几年也陆续在做，但是过去因为太少了，所以说这重建的过程中也比较困难。那我们也会持续在做。对瓦斯泄漏到找出泄漏的点，整个过程超过14点钟。议员朱正轩除了要求市府要强化管线的图纸，另外针对盐行等开发较早的地区，因为管线老旧，议员嘛要求市府要督促管线单位全面来盘点，并且做汰换。针对这件瓦斯外漏事件，市府嘛将依照天然气事业法来追究责任，并督促业者落实管线的检测，甲着维护。台南新闻连根杨顺怀采访报道。